白面。啊啦，你今年敢有要报名迄教育部的语言真试？真歹讲哦。啊，因为你旧年敢有去？旧年无呢，因为感觉疫情有淡薄仔严重。疫情哦，我旧年嘛无去啊。你即摆要考敢有信心？我认真讲无啥物信心，我著当做去考经验啦。当做去考经验，哎呀你毋通安尼想啦！我甲你讲，咱即马吼网友拢会问讲，咱有去考试无？你小编的压力嘛是真大，但是你今仔日免烦恼，因为我有请一个台语家教的老师来咱现场。啥物？台语也有家教？对啊，我嘛是感觉足特别的，而且听讲伊是目前开课上济的老师。哇，安尼我要问老师。免，老师等下随甲你拍钱，安尼我要问老师，安怎来准备考试啦？好啊，无咱即摆就先开场啦，等下再来甲老师请教。好。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今仔日来欢迎台语的家教老师，欢迎。老师，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大家好吼，两位黑白边大家好吼。当然啦，拄则咱黑白边介绍讲我是家教老师，其实咱台语家教无遐济啦吼。咱即马目前的市场，虽然我过去有教袂少台语家教，毋过我最主要是以开班为主啦。开班为主吼。来参加我的台语班的多数8成的人，拢差不多是要摕即张证照来读的。所以算是，毋是家教，安尼是认证补习班哦，认证专班。安尼算是认证补习班。补习班，考前冲刺班，认证冲刺班，差不多迄种感觉。有淡薄仔类似即种补习班啦。因为我主要的学生，伊毋是要来学日常对话。是。咱多数的语言拢是啥物英语绘画班，日文绘画班。但是我的台语班并毋是即种班，我的班毋是日常生活教你对话。来我遮上课的人，拢是台语讲了袂歹的人，有一定的天赋啦，是要学较深的，还是要学一寡台语的知识常识。多数的人差不多8成到9成，伊拢会去考试。而且通过率拢真悬。通过率真悬。去年阮高雄、台中、台北3个班，阮一年阮通过率差不多有9成。9成。咱讲的通过率是通过中高级的 B2 以上。B2。阮最近有网友就咧甲阮讲，伊 B2 家己学考过，但是嘛有真侪人无考过，所以因就有写批来甲阮讲。因为阮逐工拢有伫教台语嘛，所以因就问讲，小编，敢有可能有一集就是 Podcast 找一个老师来甲咱讲一寡就是考试的咩角安尼。结果就互阮找着你啊。当然啦，咱若是要参加迄个认证的吼，咱对认证的即个考试伊的规定过来就是讲伊所有的考题的题型，这样咱了解啦。咱先甲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咱一档的认证拢总有3摆啦。嘿，就是讲有的人你因为工课的关系，对，还是讲你足想要去学校教台语，还是讲以后你有即个意愿，还是有即个志向，要来传承咱即种台语，即种人伊多数拢会赶紧要去考一张认证出对来台语证照。咱目前呢，每一档咱的成功大学语言测验中心，咱拢简称做成大的认证。成大认证一年伊有2摆啦。2摆。咱大概差不多4月、5月会考一摆。大概伫11月左右会搁考一摆。11月搁有哦。对，成大有2摆，教育部会考一摆。教育部伊是固定的，伊拢固定伫8月。所以咱拢总有考3摆。安尼有3个机会哦。想要做老师的趁即嘛。想要问老师讲，你当初是啥物原因会想要来做一个像即种台语的补习班？当然啦，咱补习班一定有一个所在啦，哈。对。咱较有称呼做补习班啦。目前咱台湾是抑阁
无台语补习班。对，因为阮这是敢若一个简单的教室尔。是，就是讲，我若伫高雄开班，高雄就有一间教室。对，全台湾差不多我多数拢伫高雄、台中、台北安尼啦。当然花莲我嘛有去开班，开过一档。花莲呢，花莲有去开过一档。咱开班主要目的，其实我即种台语班上重要就是我的感觉啦我的主旨。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培养较侪台语老师。简单讲，我家己一个人伫全台湾各地在推广台语，咱一个人会当教偌济人，无几个。是。毋过呢，我即摆我的学生差不多有200几个到300个，已经咧做台语老师啊。你嘛是真侪人呢。是啊，因为我教台语已经教15档啊。15档我已经教15档。15档进前我就3岁。无啦，你哪遐幼气啊？无老师，你老师吐槽。15档进前你3岁。老师，我甲听众朋友拢讲我18岁，你毋通安尼。袂啦，我感觉你较像19岁。伊是19岁，我18岁。我甲听众朋友讲，因两个主编我即摆有看到，因若甲你讲19岁，伊骗你。我感觉一个足成19岁，一个足成20岁。你20岁，我20岁，你就是姐姐啦。所以讲，就是像老师你即种诶，一般敢有啥物，就是合作，譬如讲啥物竞争对手即种物件。因为像你看英语诶补习班，有做者啥物啦，啥物对无？像你这就是敢有别人嘛，甲你共款咧教台语安尼。咱袂使甲其他的英语补习班广告，所以拢袂使讲着因的名。对。若是台语的补习班，咱较常甲广告。对。毋过真不幸，咱台语真正目前全台湾无半间补习班。因为我敢若知影讲，就是有一寡出版社有出迄台语认证课本的出版社，因就是要考试进前啊，因可能会有一寡啥物课前班，因为我之前捌去听过，但是迄拢嘛是开互伊本身自底是咧做老师的。但是我知影讲郭老师你这无限制伊原本咧做啥对无？那徛伫咱台语的角度，我是希望竞争对手愈侪愈好啦。是，就是愈侪人来开我即种班愈好。因为我的目的，我嘛是希望讲，我的学生以后会当伫台湾各地，会当延续我即种台语教育。因为我互因的讲义、互因的资料、互因的教学方式，多数的学生拢认为袂歹。所以我嘛希望讲，以后因有能力会当伫台湾每一个所在继续来传承咱的母语。对无？我60几岁，我嘛希望讲，我搁教几档啊，就莫搁教。OK， 40几岁尔。搁少年，这是咱黑白边第2摆甲你骗的代志啊！我看起，比较要讲咱18岁。对，我看起真正无成40几岁啦，我较成50。嘛是少年啊。搁少年。安尼想要问老师，就是你就是有开足侪类型的课嘛？北中南拢有，你一个人敢袂忝？看你安尼走。嘿啊，你北中南老师你是台南人对无？我高雄人。高雄人住高雄。我住伫高雄。嘿。忝是袂忝啦因为我感觉咱做一项代志，若有热情，若有兴趣，你就袂感觉讲伊偌忝。毋过你若以工作时数来讲，其实我是评两个主编较轻松啦，因是上班5天休2天，我是上班2天休5天。并不然呢。我的工课时间就是拜6礼拜。但是你迄2天足硬斗的呢，拄早起上届啊。也会使就是讲一项代志，你若有热情，若有热心，你若有兴趣，你袂感觉伊偌忝啊。一项代志你若感觉无兴趣，做半点钟你就足难死的啊。你讲你录音的时阵拢足难死。你嘛差不多啦。因为我对台语足热情的啊。真的我感觉从细汉我讲到大汉的语言，若有一天伫台湾消失，我会感觉足可惜的。这嘛是一种文化。可能虽然我看袂到啦，毋过我若伫地下。九泉之下，我知影对，老师我知影我的母语无去，另一个若真正万不至，我伫转世出世伫台湾，结果煞听袂到我古早时代，也是我前世人的语言，我会感觉足遗憾的啦。所以我是足希望讲会当传承落去。是咱伫台湾古早时代。莫讲古早时代啦，迄嘛差不多40-50年前的代志尔，差不多是多数的人的语言。毋过呢，较经过无到半世纪，就差不多强要一
真济所在拢听袂着啊。对，毋过加在啦，咱最近咱的政府过来所有的教育单位拢真注重啊，对所以咱最近即几档比如讲咱即个单元最主要要来探讨的即个认证，咱即几档会使讲报名的人数拢强要逼当年比当年较济，对，拢强要逼啊哈！是你看有诶省大的认证，今年足侪考场拢2工就满啊呢。真的哦。哎啊，拢所以2工就满。所以伊迄是考场填满为止哦。咱省大的认证今年有开放18个考场啦，18个考场。毋过今仔日录音的时阵呢，即个报名时间已经过啊，已经过啊。要紧啊。但是你若教育是部对，但是你若省大要考11月的时阵你着爱较早报名哦。伊考场每一个所在考场伊有名额的限制。嘿啦，考试的人数嘛是有限啊。我就是像教育部安尼，就是分讲你要去倒一区安尼尔。有省大有分区，每一区伊有人员的限，迄个。对，考生报名名额的限制，教育部是无，教育部是无。咱教育部即马目前差不多最近即几档拢差维持伫15000个至19000个啦。哦，真侪人报名。15000个，是。所以老师你讲，就是互你坚持落去，就是你想要甲即个台语传承落去，这就是你上坚持的原因。我是希望透过我个人的力量，会当呢，互愈来愈侪人。对。投入咱即个传承母语，对，即个阵容。我是希望讲，我原底是我一个人咧推送嘛。对。我希望我足侪学生以后会当甲我做伙推送。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因去做台语老师。所以我目的多数拢咧培养台语老师啦。但是我伫网络顶有看到讲，其实你有办一个奖学金对无？有，已经今年第4届啊，第4届因为我看讲就是若认证考试也有分迄什物上少年的，还是讲什物C2还是什物分数，迄当初是那是什物机缘，互你想要办这物件？因为咱台语目前还阁无部会，还阁无委员会，就是讲咱无一个政府甲咱成立的一个足重要整合的机关，咱并无。毋过呢，原住民语伊有原民会。对，咱的客语伊有客委会，所以因每一年拢有预算，比如预算可能10几亿，甚至连上悬有到30几亿，对，所以因会当办足侪活动、推广的比赛，也是奖励来鼓励因的族群去学因的族语。对，毋过咱台语并无啊，是，所以讲足侪人拢咧怨叹，对，是安怎有诶啥物种语言？因若通过了，还佫当申请。我讲的是较早啦，最近可能会迄个奖金较少啊。咱拄开始的时阵，有诶族语呢，因通过，还佫会当申请着18000，每一个人通过的哦。拄开始的时阵，拄咧鼓励的时阵，即摆可能较少啦。咱台语呢，连一角都无。对啊。所以我就有设一个咱台语的奖励。当然我台语的奖励毋是干那奖励认证考试啦哈。我每一档奖励无啥共比如讲。我过去嘛有办过真侪台语活动啊，拢有奖励啊。我有又比赛又比赛第一名奖励金嘛是1万呢。对啊，安尼你无希望。老师，你知想讲我无希望，因为阮中秋的时阵有朋友写批咧，伊有迄个比赛好中秋是元宵，结果我拢要无。不要紧，无希望，我带你来阮高雄的基丁，基丁遐拢掠鱼的，因遐规庄头拢是希望，拢是希望，所以你毋免烦恼哈。奖学金是安尼啦，就是讲你若有参加认证考试的人你会当去我的面册，去看。我今年的办法还未公布，但是拢差不多类似啦哈。期待只是金额无共尔啦，金额无共。我要设立的目的主要是讲，鼓励大家去考试。我的收入。有一部分是对我的学员的学费来的，我伫倒位的收入，我开的方向就开去这个所在。就是讲我是因为我的母语，所以互我有一寡收入，所以我的收入的一部分，我就甲伊放伫我的母语的奖励。所以我前过去我伫我的面册，差不多逐档拢有办一寡活动。我毋若办过药味菜，我阁有办过其他的活动。比如讲，我会甲我的学费的收入会几趴。起来做我的即个奖励，所以今年我的奖励办法是还未定出来。毋过呢，今年应该嘛是会定伫咱的认证考试啦因为我的鼓励认证考试最主要目的就是我要鼓励咱所有的台语族群
是毋若会晓听，会晓讲，对，希望有一天会当练习甲会晓读，会晓写，写，安尼咱要传承的力量较有够，哦，气力较有够我会记有一项是书写满分对无？书写。书写满分都有奖金。哦，你是讲啥物咧？哦，你是讲有对吧科技书写对对对，我有一档书的，写满分我有一档的奖励，对啊我有一档的奖励，就是毋管你倒一科，只要其中有一科满分，上少拢会当申请到1万到2万。对啊，哦，毋管倒一个阶站哦，拼者哦你考美卷的嘛会使，考死卷的嘛会使，等等吼。 ，A 该使。有，咱 A 卷嘛有奖励，我嘛有奖励囡仔。有囡仔啦，我敢袂使，我当年我18岁。 十八岁可能有淡薄仔高龄哦，当年嘛有袂少囡仔来申因请为小学生这个奖会去励金哦。因为19岁以下免钱啊，所以哦，足侪囡仔拢会报名我。安尼咱拢爱钱啊。足侪囡仔摕到奖学金，伊会记一世人，记条条。对对，哦因为后摆还去考我的奖学金拢是坚持回去互伊本人。得奖即个人的哦，考折，所以因老爸老母讲，伊要互你老爸老母的考折，你讲袂使。袂使。我一定拢坚持要回去囡仔的考折，因为这是感动的呢而且顶面拢搁有拍即个我汇款的来源。哦，比如讲你得到的是第2届台语奖，哦，伊得到6000块，还是讲第1届台语奖你得到3000块，嗯所以迄个囡仔伊会记条条。我因为学习我的母语，所以我摕到我即世人，我伫小学2年就摕到我即世人第一摆的奖学金。哦，我第一摆的奖学金是台语奖学金。哦，老师最用心的呢。安尼想要问讲，就是像安尼北中南遮的同学啊，因敢有啥物无共款的特色？就是你安尼3个所在开课，你感觉因敢有啥物无共款的特色？譬如讲年纪敢有差？我每一年拢差不多有固定高雄、是台中、台北拢有开课。对所以讲差不多每一县市拢有学生来啦。比如讲南部班，伊就是有对恒春、恒春哦，屏东、哦高雄、台南、嘉义。我若中部班呢，就是中部6县市。我若迄个北部班呢，就北部6县市来的即个学生。当然，因的特性就是因咧讲话台语的腔口无共啦，哈。哦，老师都厉害对呢。啊老师中吹时阮你甲伊约时间的时阵，伊就开始问讲你是倒位人？我讲你来知，我讲无3句呢。老师可能职业病，咱因为伊足侪学生诶。咱所有的台语人，你只要愿意去上课，咱各地方的腔口，即课你只要学2点钟，你就知影讲，即个人咧讲话，伊是台湾倒一个所在的人。哇，安尼真趣味呢。咱南部、中部、北部的学生，伊上大的差别其实无啥物差啦，吼，无啥物差啊。但是我有发觉最近这2-3档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啊，就是讲这2-3档我教过的学生，因为逐班的学生的数量嘛差毋正物啦吼。比如讲南部，我今年因为我的班拢是小班啦，毋是讲一班几百的迄种的，我一班上侪拢到30几个人，30几个，我拢差不多到安尼就无收学生啊。哦，比如讲我今年南部30个学生，对北部嘛是32个学生。对，毋过呢，最近即几档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教出来的成绩的，拢是北部的学生上介好。北部上介好啊，但是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北部人的台语较无好，北部人台语足歹，对，就是讲因讲台语，咱袂使讲因足歹啦，就是讲比较起来，较无北部你讲啊的人伊较无咧讲台语对啊，伊的口语能力可能会比南部人歹真济。对啊，我昨日迄天毋知甲啥物开讲，伊才讲吼，伊台中人，伊讲伊去中华考试，结果伊就讲啊，一定是因为中华的关系啊。我问讲是安怎？伊讲因为我头前后壁的考出，因的开考拢做好诶，所以影响到我的成绩。我就讲你莫遐骗哦，牵拖，牵拖。因为我听讲迄认真啊，伊迄老师咧评分拢是用抽的啦，随机的啦，毋是讲就是照顺序的，所以我感觉头前后壁的人影响是无济啦。哦，嘿啊，所以咱直接要鼓励咱北部的所有学台语的咱这听众朋友，其实咱北部人以我教的经验，等到因认证的成绩，拢比南部的较好。当然咱无看轻南部的意思啦，但是这有原因的哦。什么原因？因为我教久啊，我知影我爱找原因啦，对吧？因为北部人就是因为口语的能力较无好，
对，所以伊伫另外3科会加较认真。哦，咱考试拢总分数，咱考试拢总考4科，对，口语能力较占90分尔。是，咱以教育部来讲，口语较占90分，对毋过阅读阅读啊，阅读占120，对，所以阅读的时阵，我并无需要出声音啊。对，我讲了较无好，并无影响我即科的成绩啊。对，过来书写，对，就是写字、写文章、写语句，对，这部分我统计起来嘛是北部的学生较好。对啦，甲我共款啊，拼音就送伊啊，我作文写好，你看是北部人。简单讲，就是较认真的人就会通过。是，所以偏偏是一个南部人，甲一个北部人，因为南部人感觉伊台语讲了较好，对，煞造成伊有可能较无认真。哦，较看轻就讲我可能会过啦，是，咱是平均啦吼，对，平均起来安尼讲啦。当然南部的学生认真的嘛真侪啦，是，但是总平均起来，我感觉是北部的学生较认真。哦，所以最近连续3档拢是北部的学生考出来成绩较悬。哦，但是我要甲各位讲啦，你若只要要参加台语认证，我拢建议你一定要甲台语拼音学好势啊！拄则咱湖边的，听到无？哎，袂使听湖边的安尼讲吼，因为安怎？你要参加认证的人，就是要摕即张证照，就是你有机会，你家己有望家己讲另一啦。我是毋是有机会去教台语？对，啊，你要教台语，当然你袂使教拼音啦，你袂使，对啊，是啊，是啊，吼。我讲笑的啦，老师我讲笑的啦，我忏悔，我去行妈祖的时阵我会忏悔。啊，当然是讲笑的啦，老师想要问讲，就是像迄北中南嘛，年岁上少的，甲年岁上济，差不多拢几岁？我的台语班对，上少岁是小学2年，小学2年啊，就是甲大人做伙上课哦。2年呢？小学2年，2年呢？2年，读2年就9岁，2年啊，咱来讲2年啊，8岁，8岁啊。哦，我上少岁的学生是8岁，上济岁是76岁。76岁，毋过各位爱理解哦，我的班并毋是日常对话的班哦。对啊，我的班就是讲，多数的人就是已经台语会晓讲啊，伊要来学一寡较深的物件，较深的物件就是讲后一寡台语的知识啦、常识啦，佮包括我要去考试的即个内面的内容，是，就是讲因要学的物件是属于较深淡薄啊。虽然是佮算基础啦，毋过是伫基础内面有算较深淡薄啊。对，比如咱阮的课程内面，台语你一定要学好势。是，而且呢，比如讲咱台语的变调，咱台语的轻读，对，佮咱台语的一寡种种的物件拢爱学而且咱佮爱学2-3千的台语用词。哦，对啊，常用字嘛吼。哎，对，佮爱学几百字，拢一定爱学。300字，对对对，700字， 700字。所以讲，对，无啦，不止啦，即马700字。告诉个人讲我数学700字无够用啦，迄是古早时代啦。咱拄开始认证的时阵。即马佫开始，即马听就讲爱背一本，就是薄薄的书典啊。上好是差不多看你要考啥物证照。是。你若是比如讲咱的教育部有分 A、B、C， 是，你要是，你若要考 B， 我徛伫我多年做认证老师的经验，我会提供伊几个要读的书比如讲我的 B 班的学生，可能我会提供伊2000个到3000个，我会建议甲这2000个、3000个学好势就好。是比如讲呢，你要考 C 的。我提供的是叫做无限的啦，无限的。你有一天若要想要通过C2的话，专业级的话，我是希望有偌济词，你就学偌济词啦。头壳底袂落变呢？袂啊，你就尽量学啊，尽量学啊，尽量学啦哈。可能250块而已啦。是啊，咱拄则迄个主编有讲到，咱认证考试有一个好处啦哈，就是咱教育部的考试。较俗啦，是啊，对无？报名费才250块尔。成大好可能我袂堪钱。咱若成大较贵吼，可能该袂堪。因为成大你要家己负担，对。成大2000几块的报名费你要家己负担。是。咱教育部的是因为最主要是有主管机关补助。对。所以咱的囡仔目前是免钱。囡仔免钱咱大人呢是爱250块，250块。安尼嘛会使啦，这250尔。过来就是想要问老师啊，因为即马就是，即个新闻啊，对
都会有足侪新的词类。啊，若是学生摕遮新的词类来问你，你会安怎甲因讲？就是你当记一下例。因为像即马认证啊，拢考一寡诗书，什么拄则讲诗书啊，诗书就是目前发生的代志啦，哈。歹势啊，最近发生的代志。诗书题，像伊考这啊，若譬如讲，若一寡新的名词，即个听众朋友也是讲考生袂晓，老师你一般拢会安怎？就是拄倒一个方向来甲因解说教教。咱一寡新的名词，也是讲因为咱台湾有变真做一个多元的社会，也是讲咱台湾真注重一寡新住民因的文化，是，所以会产生足侪新的名词。真的，也是讲咱的科技的进步啊，比如讲咱的电子用品啊，对，也是讲咱一寡平常时啊，甲电有关系的物件。家电，即种的，咱即种的会使讲，即种工程是足大的工程啦。对，因为即种的，咱是建议讲，以后咱台湾，咱台语界的，应该是叫政府机关成立的啦。爱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所有来想这对专门领域内面即个专有名词啦。当然，咱即马足侪网络拢咧讨论啦。比如讲，因会问讲，微波炉要哪讲啦，烤面包机要哪讲啦，华薯要哪讲啦，等等。这当然，咱日常较常看到的，即种的，咱的教育部的台语书典拢已经有收录啊，伊有收啊。无收会要安怎？咱会当先照遐讲。所以白边微波炉的台语要哪讲？不要紧啊，等一下我会老师调讲要甲考的。我会简单介绍几个啦哈。比如讲有的较简单的，就是讲伊是经过书组会当成立的，书组就是讲你会当一字斗起来。即种的我相信无啥需要专门的人来指导啦。你捌台语就晓讲啊。我举一个咧，比如讲烤面包机，古早时代嘛无烤面包机啊。是，毋过即种词伊较简单的原因就是讲。烤咱拢知影叫做烘，面包叫做胖，即个机就免介绍啊，因为咱日常生活都有啥物机、电视机、啥物收音机，所以即种就足简单，咱无需要啥物专职的单位来甲咱宣布。烘胖机。对，够够的哈。所以烤面包机你无需要去问啥物专家，你无需要。你讲烘胖机，差不多会晓听台语的人拢听有啦。毋过有一寡物件呢，伊是牵涉到较深的专业用语。一般咱就是建议讲，咱会当照遐专业用语来照汉字来发音就会使。比如讲，即个微波炉这三字，微波这是物理的专业用语。比如讲物理内面，咱已经有咧讲微波，即个微嘛无讲足歹发音。虽然讲微波炉，你是足歹理解无毋对，毋过你加讲几解。咱就有法度去理解，咱就有法度去理解。比如讲呢，咱即马教育部的台语书典内面，已经甲咱平常时啊足接看到的这些电子用品，伊拢有收入去啊。咱就照讲就好。比如讲软体，咱就软体。硬体是要讲定体还是硬体较好？当然，你会晓讲台语的人，你就知影讲，咱台语有分定甲硬，对吧？你袂晓讲定体。你自然会晓讲硬体，因为你已经会晓台语啊。你若袂晓台语嘛袂要紧，你点入去，教育部的书典就会甲你讲要安怎发音。比如讲程式，咱就照念就好。停息，咱就照念定息还是停息，安尼就使。我就是写去。无啦，电脑程式的程式啊。老师，阮两个耳仔拢有淡薄仔问题。就阮顶一集迄，伊讲迄。要去妈祖做歹过，我讲妈祖会飞啊，过，我拢有这个问题。因为咱拄则我白边讲的，讲城市城市也毋是新的名词啊。对啊，城市是旧的名词啊。但是老师，你会就是敢会建议学生讲，譬如讲，因若是考 B 还是考 C，就是因拄着即种较新的，就是时事的即种词的时阵，袂晓讲的遐个句，是毋是甲闪过？咱要考试有一个美感。就是讲，你尽量毋好去找一寡困难的事来为难家己。对嘛，就是甲闪过啊。因为你毋免闪啊，你口说的能力，你讲较白话者。你口说的能力是根据你家己平常时啊讲台语的能力来形容就会使啊。你无一定爱，比如讲，伊问着讲你要来描述讲你平常时啊较爱食啥物物件，你就无需要硬要讲甜甜圈啊。你敢有需要硬要讲即人甜甜圈？你明明知影我足
爱食甜甜圈，但是你并无需要一定要用甜甜圈来表达啊。对，莫老实，你会使用胖来表达就好对，啊，我爱食空麻饭，对吧？你一定是安怎一定要想着甜甜圈，无需要，因为甜甜圈咱抑个无固定的讲法。对，哦，虽然你有足济可能讲网络有咧讨论啊，讲甜甜圈就是啥物，胖哦，什么讲这甜壳啊，地壳啊，哦，叫番有诶讲什么煎圈啊，志肯啊，但是迄一般人听无啥有啊。老师考试时阵敢会使讲，我上爱食 donor，敢会使安尼讲，讲伊咱上好嘛莫认真诶时阵，咱上好嘛莫讲外来语啦。哦安尼哦，就是讲有台语诶部分，咱拢建议你尽量会当讲台语啦。比如讲三度，咱就尽量讲三度。烫死咱就尽量莫去讲烫死。哦，就是讲咱都已经有台语啊。哦，比如讲阿鲁米，咱嘛是有台语亲囡仔。轻囡仔，对吧？我毋知呢，我嘛毋知。当然，有诶事较困难吼。对，但是咱认真考试，其实这部分各位考生你拢毋免去烦恼，是，因为考说甲书写拢是根据你要回答诶人的主观意识家己设计出来的考笔，哦，对无？你无需要设计一寡词来为难家己。对，嘿啦，所以讲考试的时阵，考说你若要讲到咱目前的时事，也是目前的咱即个较接咧报的新闻，对有讲到一寡物件，咱台语较无法度表达的。咱毋是讲无法度表达啦，对，是讲咱目前无约定俗成的词，是对啊是讲你去查嘛，还佫查无的。即种词呢，咱就暂时莫用啦，哦，暂时莫用，若真正硬要讲，先用文音甲伊读出来，无需要讲。无需要讲，我即摆建议的，就是建议你要去考试的美角，你根本就无需要讲，哦，可能有争议对无？哦，毋是正义。哦，毋是，你讲，你考试的时阵考说，你口语能力改考卷的老师爱甲你改分数啊。哦毋过你讲到我听无，我就分数就袂当互你伤悬哎啊。呀，非得你只要讲，互人听有较重要啦。哦，就像你要讲迄烤面包机，你袂晓讲，你就讲就是迄啊航胖的迄台，胖的迄台，嘛会使对，啦。航胖的迄台，毋过含胖机是好理解。哦，你讲剪圈啊，就是这迄圈圆圈圈你甲剪。这确实，剪圈啊，我听无啥有啦。毋对过当然你有语境啦。比如讲，我较爱食胖，佮剪圈啊。迄个时阵我知影你咧讲迄类的物件。改考卷的老师是台语能力足悬的人，所以一般伊会当体会啦。但是阮是无建议讲，即个新的名词，若是还袂约定俗成，就是讲还袂约定好势，还袂一个共同的讲法的时阵，咱尽量莫去用啦，吼。了解。好，过来哦，大家听众朋友要注意听哦。就是啊，听众朋友讲想要去考认证啊，就是咱以 B2 来举例，老师感觉会使安怎准备？咱目前考认证啦，多数大人呢，因的目标是美级的 B2 啦。对，因为咱目前所有的机关团体，伊认为讲爱照即个语言的能力分解，就是讲你要来做即个台语的工课，还是要教台语，你上基本，我念3遍，就是讲你上少爱有通过美级的 B2。对，所以我今仔日咱甲重点放伫要安怎介绍通过 B2 啦。好，因为教育部呢，咱开始报名。对，你若要考教育部的，就是讲你会准备的方向，就是会较快啦。会较快哈，比如讲书写即科，对，咱有考台罗，有考汉字是，听写，过来有考语句书写，过来有考作文，有考作文，就是讲咱多数咧收听即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多数你会晓讲，会晓听。对，所以你的重点应该放伫会晓读、会晓写，是，会晓读、会晓写。所以我是建议讲，咱平常时啊，你若较接讲的即个词，你爱较接去查看伊安怎写。但是上好，就是建议你去参加正式的课程啦。你家己自修的话，可能会较忝头啦。比如讲台语，你要家己学，你有可能爱开500点钟，佫学袂好势。毋过你若去上人专门咧甲你教的班，你有可能学30点钟、50点钟，你就有一个观念，你要家己学习会较简单。所以上好的方法应该是去参加课程啦。无论是啥物课程，但是有咧教拼音的即种的，就是入门拢会使。一寡基础，因为教育部其实嘛有囥一寡，就是家己学拼音的遐网站，但是就变做讲，你听你学的时阵，无老师甲你纠正。
嘛无人伫看你发音嘛是啥，你嘛无一定知影讲你家己念的是对啊，毋是毋对安尼。是效率的问题。哦是效率的问题，就是讲有的人自修，伊2档3档嘛是考会过啊。哦，但是有的人伊感觉无需要自修啊。是，即马台湾遐一所在人咧教台语，对遐一机关咧开课，真济啦。对，是啊，我若无爱去上课，哦，上课较紧啊，而且你有系统啊。对，所以你要通过认证考试啦，我会建议，也是建议你去读正式的课程。哦，安尼你学到的物件嘛会较济，就是系统性的拼音，啊，还有就是思虑。思虑，啊，还有认真考试的方式。一般咱台湾真济所在拢差不多有开即个，咱叫做考前冲刺班啊，因的名称叫做安尼啦。哦，迄种班伊主要就是教你要安怎通过考试。哦，但是你要上过，你要去上即种班的人，你要有小可有基本能力。你若无基本能力，你干那去学即个讲、听、读、写4科的美角，其实你嘛多数嘛是考袂过啦。哦，你嘛是要有基本的能力。哦，安尼听起来，咱这集结束吧啦。安尼听起来就是无迄种就是变的足紧的方法呢，拢是嘛是爱用时间啊。咱目前教育部通过率最近这3档平均差不多10%。10%，米兔哦，阮讲的米兔的总平均10%。啊，是咧，是咧，是个较少。是毋是咱讲听？咱先讲米啦哈，米差不多，米教育部的最近这3档差不多10%啦。是毋过你讲有去读册的人有差无？有啦，我的学员平均差不多是50-60%。哦，教育部的吼有，咱讲的是第一摆哦。对，第一摆哦，当然啦，我的学员有的第2摆考，伊嘛是通过率袂歹啦哈。拄则咱主编有问到即个，若要考试的哦，因为诗呢，咱是建议讲你先通过美的人，才去考诗啦。一定要倒倒来啊！哦，因为诗真正伊内面的题目较偏向专业方面的用语甲用词啦。而且伊若考到日常用词，拢是较困难的用词。而且你要有书写台语作文的能力。咱诗比甲免写，咱的美甲诗上介大的差别，是，教育部有分美甲诗的考卷嘛？对，你若选美的人，就是干那一篇作文尔，是，占20分。哎，你若选诗的人，伊就是全部的书写占分拢是作文。伊有3篇，当然2篇是底文，伊是评论，伊是底文，毋过底文嘛是算作文，对吧？另外一篇字数较济，大篇甲细篇安尼。对，迄篇伊的定义就是叫做文章写作。简单讲，考试的书写，伊无甲你考其他，伊无甲你考啥物台罗拼音的书写，还是考语句，拢无，嘛无甲你考啥物听写汉字，拢无。考试的伊的书写就是满分100分，迄100分全部拢是写文章，拢总写3篇。所以咱是建议讲，你已经有通过美的人，咱较去再来考试啦。当然，你若是能力足强的人，直接挑战诗，咱嘛是会使啦。因为诗伊嘛有分过C1甲C2啊。系啊系但是我根据我了解，恁嘛是有通过C1甲毋是？无啊。通过 B2 哈，因为诗本来就较少人通过啦哈。是，不要紧，恁今年恁2个人去变看嘛哈。阮加油，阮加油！加油啊！我感觉恁2个有机会啦。我感觉恁2个有机会，就是恁对台语有兴趣啊。好，有兴趣啊，无一定考会过啊。我考文无好啊。迄专业的词，我大概考试拢会捌倒听。我偷偷甲恁讲，嘿，咱的诗的通过率差平均20%较悬。20%，因为考试的人少啊。无，毋是少，因为考试的人本来伊的能力就较好啊，伊会较会去挑战，较认真啊。简单讲，考试的人会阁愈认真啊。你愈认真的人，通过率愈会阁愈悬。我要讲我去考试，我讲我较认真，但是我无过。毋过我感觉你有机会通过呢，因为恁2个有热情嘛，有兴趣嘛。对，我感觉恁嘛是有机会通过试。老师，你这个祝福我先收起来啊。好，你这祝福我先收起来。到时再来报名老师的奖学金啦。毋免报名啊，奖学金拢毋免报名。直接甲伊讲就好啊。你考了，你考了去成绩来请就好。老师，我想问讲，就是迄作文啊，因为有的人，譬如讲，伊若形容迄个字袂记哩，伊敢会使写拼音？会使。咱教育部目前考试的规定，除了迄个听写汉字的部分，爱写汉字，伊有规定你爱写汉字。剩咧其他的部分，你只要袂晓写，你拢会当用写拼音，用拼音拼音咱拢讲台罗啦哈。台罗，因为台罗
有的人认为讲伊嘛是字的一种啦。对，因为咱即马目前书写抑阁有真侪人拢用汉罗套人咧用，汉罗套对人。因为比如讲一寡撞声词啦，等等，迄种形容声音的词，咱要写字无足歹写，而且有可能看的人嘛看无。对对对，所以暂时还未统一进前，咱嘛会建议讲。你若感觉有一寡真正抑阁无统一的字，你嘛当暂时拢用台罗来书写。也是有一寡字真较歹写，惊讲即撇雄雄撇袂记毋对，还是啥，迄其实嘛是都无分。对对，所以考试的考生你毋免烦恼对，你若有一字袂记的。那个拼音写出来对对对对，你听到无？拼音要认真学啦。对，讲家己啦。你若学台罗的拼音，就有即个好处有即个好处好，说落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老师，你敢要讲一下，就是你开课的资讯？我的开课呢，只要看我的面册就会使啦。我目前开课，因为我的班是较长期班，是，就是讲来我参加我的班的人，本来就是较拍拼、较认真的人，是，所以伊甘愿付一寡学费。对。加开一寡时间来上我的课，所以我一般拢是差不多放饭了后，对，较有开始互人报名。放饭了后，即马敢有伫报名？无放饭就是拢教育部啦。教育部的考试，咱一般拢8月考试嘛，差不多10月放饭嘛。所以然后差不多我一般报名拢是头11月开始啦。所以即摆无通报名。对，我拢因为我一期就是一档嘛，我一期就是一档哦。其实无一档啦，就是讲放饭了后开始报名，对，报名了上课差不多上加要考试的进前1礼拜，所以一期差不多有9个月啦，走9个月。安尼嘛是真长。好，无要紧，阮共款就是阮伫迄面册文章，还有就是这。Podcast 的连接，拢会甲老师的就是网页、面册网页放起哩。若是大家有想要报名的，还是讲有想要摕奖学金的，都会经过老师的资讯。毋过上课时间无遐长啦，虽然9个月，毋过我多数拢是1礼拜上1个月上2摆尔。但是一摆拢5点钟啦。我的课一摆拢5点钟。所以即摆若是半路想要就是加入是无法度的。爱看程度啦。看程度呀。即摆阮的课。阮两个会使无？恁无问题啦。基本上恁台语已经在听讲，拢已经足顺啦。恁嘛有基本的一寡能力，应该是无啥问题啦。可是老师无看到啦。袂啦。日常无问题，毋过就是迄诗，就是有一寡较少听到的词语，迄真正都无法度。有啦，咱即马目前是无开诗班，目前无开诗班，目前敢若有开美班尔。咱每一年开的无共啦，就是讲美班的人，你若要来插班，你若感觉基本上你已经有淡薄仔能力的人，咱嘛有允准你来插班。还是讲有考过，但是差1、2分无过，会使就是甲迄个资讯报互老师，甲老师讲伊要插班安尼。是，咱目前已经进行到第8节啦。咱拢总我的课差不多拢规划伫18节左右。18节，这要一半。18节头90点钟啦。90点钟。老师，迄学生讲伊比若是通过，敢会当甲你讲，我阁想要考试。考试咱嘛有啦，只是讲诗班，因为全台湾考试学生少啦。你要开诗班，就爱一段时间的累积。无法度逐工拢开啦。了解。好啦，你莫个老师还啊，老师才要登去。我知影因两个敢若足想要考诗的款啊。老师我袂讲诶，表示因两个人台语能力其实有啦，因两个主编有基本的台语能力。台语台东人嘛是，因为已经有足基本啦，因为已经有足基本的能力啊。老师你毋甘嫌啦吼，恁18岁、19岁尔，已经算真老啊。恁的台语能力真高啊。老师叫阮就是安尼5点半点钟了后，总算已经甲咱共款。老师，等下要帮你登起，等下要帮你登起。今日真感谢老师的是来台北教课了，佮特别留伫台北，然后佮透早来过来教阮录音，真正是足感谢的。感谢老师。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时间嘛差不多啊。好。那就要来收尾啊！我头早叫伊要收，我要收呀。讲我的事。我紧啦，互你讲啦，莫甲你抢。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耶！老师多谢。
咱剪接起来差不多偌久？我看恁每一个单， 30分以内我看恁每一个单元有诶拢到40几分呢。对啊，迄就是，恁足侪拢到30几、40几呢。迄就是讲伤久。我讲伤久，有的来宾就是，有的来宾会一直讲，伊啊所以坚持伊要讲了，你讲了你会当剪接啊？但是你只要就感觉剪接了，互对方听讲，就感觉会使就会使啊呢啊。。但是阮感觉讲袂歹啦，哦因为网络感这个觉加掉哦，不要紧，我今仔日是惊。